大家好啊，我係小靜啊。今日咧帶大家嚟一個喺香港咧都可以欣賞到櫻花嘅地方喎。佢咧就叫櫻花園，其實咧就係位於東涌機場嘅附近。咁我哋最後咧就會教大家點樣去嘅。你睇下呢個櫻花幾靚，仲可以欣賞埋纜車添。你睇下人山人海啊！我去嗰日都星期六，都好多人。你睇下都開滿晒櫻花㗎，佢咧就話佔地3萬尺，咁就有160棵嘅櫻花，咁但係開咗我諗大概得70%到啦，咁可能過多幾日，呢幾日就會差唔多都開晒。睇下好靚㗎，仲可以望住個海，望住纜車一齊欣賞櫻花。哇，仲有好多人帶埋自己寵物狗仔嚟影寫真添啊！你睇下幾可愛。除此之外呢，佢仲有啲草地啊，咁樣俾人哋坐喺度，可以野餐，對住海景，對住櫻花，都真係幾正噶。你睇下仲有纜車景喎。你睇下地下都印埋啲櫻花嘅圖案啊，呢個叫櫻花園啊。有啲咧就未開嘅，睇下光禿禿咁。教大家點樣去先，大家可以搭以上嘅巴士喺飛機燃料庫站落車，望住啲櫻花一路向前行。因為封咗路啊，要一路行前有斑馬線先可以過到對面喎。但係沿路咧都有指示牌嘅，沿住海邊一路直行。再一路直行，你見到咁多人，跟住啲人群行就會到㗎喇。